進念文旅地圖香港式體驗，我係鐘嘉誠 Carson。喺胡恩威推理劇場13672.0入邊，我係飾演神探關震鐸、盧森督察同埋黃冠棠。話得係文旅地圖，當然要帶大家嚟到香港嘅文化地標，位於尖沙咀嘅香港文化中心。劇場人稱佢為 CC， 即係 Cultural Centre 嘅簡稱。佢前身係九龍車站，1978年拆卸之後改建為香港文化中心。進念20年睇今年劇季節目包括13672.0、吳廣德、諸神會出門須知、頂頭鎚、戲曲金庸笑傲江湖都準備喺呢度上演。而今年我哋喺 CC 大堂有一個新嘅實驗，塔羅牌 crossover 扭卡機。每張塔羅牌都係由漫畫家黎達達榮按照今年劇目嘅內容精心設計。我哋每個劇目都會有限定塔羅牌推出，想儲齊一 set， 記得要買飛。胡恩威推理劇場13672.0，5月24日至31日 CC 劇場見。